2個月兩位至親，呢個對於許紹雄嘅女嚟講，2026年嘅開頭，生活仿佛被抽空2次，呢種接連嘅失去，令到屏幕前所有嘅人都跟住心噏。2026年1月4日晚上，TVB 嘅台慶頒獎禮照常進行，歌舞升平當中插入咗一個安靜嘅環節，大屏幕上開始滾動過去1年離世藝人嘅影像，一張熟悉嘅總係帶住笑意嘅圓面出現啦，嗰個係許紹雄，歡喜哥嘅笑容定格咗喺嗰度，台下嘅佘詩曼眼眶瞬間就紅啦，佢同好多演員一樣冇辦法控制情緒，鏡頭掃過觀眾席一片沉默嘅哀傷，而屏幕之外有一個人喊得仲犀利，許紹雄嘅女許慧晶正喺度睇住直播，見到父親生前嘅影像，佢成個人被擊中啦。典禮結束之後，佢顫抖咁喺社交媒體寫低一段話：今晚又可以喺電視上面見到你啦，爸爸。如果思念真係有聲音，今晚你應該會收到好多來信吧。短短2行字底下逼滿咗網友嘅安慰，大家都勸佢要堅強，要帶住媽媽好好生活。但係命運嘅玩笑從來都唔講道理。時間倒翻去2個幾月前，2025年10月28日凌晨，許紹雄走咗啦，因為癌症引發嘅器官衰竭，睡夢中離開嘅，走得好安詳，妻子同埋女兒都陪喺身邊。消息一出，整個香港娛樂圈都震動啦。邊個可以諗到嗰個總係笑呵呵嘅歡喜哥會突然離開？從確診到離開，其實早有徵兆。2024年，許紹雄參加一個健康節目，佢喺節目當中就講起，發現自己小便嘅顏色好深，一開始以為係上火就冇太在意，但係連續幾個星期都係咁樣，妻子就催佢必須要去檢查，一查結果令到人心驚，肝臟有腫瘤，好彩發現得唔算遲，癌細胞冇擴散，醫生就建議做手術切除一邊嘅肝臟。許紹雄好豁達，即刻就同意啦。手術嘅第2日，佢居然能夠自己落床行路，就連醫生都驚訝佢嘅恢復速度。後嚟記者就問佢驚唔驚手術，佢笑眯眯咁樣講：我驚咩啊？我當拍戲咋。呢段訪談成為咗佢生前最後一次公開講述病情。節目喺佢離世之後先至播出，觀眾睇住屏幕上精神唔錯嘅佢，再諗到現實，嗰一種反差令到人嘅心直往下沉。許紹雄嘅葬禮辦得好低調，但係圈裏面嘅好友幾乎都嚟咗，佘詩曼、苗僑偉、黃宗澤，一個個熟悉嘅面孔，大家都紅住眼送呢位老友最後一程。許慧晶喺葬禮上面哭成淚人，佢話最遺憾嘅係覺得自己仲未嚟得切好好盡孝，父親忙咗一世，佢總以為仲有好多時間，葬禮之後日子仲要過。許慧晶努力調整自己，試圖行翻出嚟。2025年12月中旬，佢晒出咗一張照片，相裏面佢同埋媽媽一齊外出食飯，2個人對住鏡頭努力擠出笑容，睇起身生活好似係回到正軌，陰影喺度慢慢退去，陽光似乎透入嚟啦。但係老天爺有時候真係好殘忍。2026年1月12日，許慧晶嘅社交賬號更新啦，冇圖片，只有一段充滿疲憊同埋悲傷嘅文字。佢養咗12年嘅寵物狗 Choco 走咗啦，嗰個係佢少女時期就陪伴喺身邊嘅朋友。12年對於一隻狗嚟講就係一生，對佢嚟講係貫穿咗整個青春嘅重要家人。佢喺文字裏面寫滿咗不捨同埋痛苦。短短2個月，父親走咗，而家連呢一隻唔識講嘢，但係俾咗佢無數慰藉嘅毛孩子亦都離開啦。呢種接二連三嘅打擊幾乎將人掏空。網友嘅留言又一次淹沒咗評論區，呢一次除咗安慰，更多嘅係心痛。太難受啦，點解可以咁噶？狗仔係咪驚爸爸孤單去咗陪佢啊？晶晶要撐住啊！雪上加霜呢個詞用喺呢度，準確得令人窒息。回頭睇翻許紹雄呢一生，真係就好似一部情節飽滿、越品越有味道嘅漫長港劇。佢1973年踏入演藝圈，一頭埋進咗 TVB 嘅片場，呢一做就係整整53年。大半世嘅時光，佢都甘當配角，喺角色嘅劇本裏面跑龍套，但係就將每一個小角色都演得有血有肉。佢演過《射雕英雄傳》裏面機靈蠱惑嘅妙手書生朱沖，嗰雙眼一轉啊，滿是江湖人嘅通透同埋蠱惑，亦都演過無數警匪片裏面氣場十足嘅督察上司。佢就咁企喺嗰度，唔使多講台詞，
就係觀眾心裏面最熟悉嘅港劇味道。但係真正令到佢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戶曉嘅，仲係《使徒行者》裏面嘅歡喜哥。嗰個表面上笑容可掬，睇落去慈祥溫和嘅尋歡喜，內裏佢係心思深沉、城府極深、正邪難辨嘅樣，成為咗港劇史上嘅經典。尤其係佢嗰個似笑非笑嘅表情，嘴角微微上揚，眼睛裏面卻藏住千言萬語，就咁樣一個笑容直接封神，到而家都仲被觀眾反覆提起。好少有人知道呢個喺熒屏上甘心做綠葉嘅演員，其實出身名門，家世顯赫得嚇人啊！嗱，佢嘅姑婆就係魯迅嘅夫人許廣平，太公更加係清朝嘅高官，家世背景擺喺嗰度，佢從來都冇對外炫耀過一句。喺演藝圈咁多年，佢始終踏踏實實拍戲，認認真真做人，其他人爭住搶住做主角，佢卻甘之如飴咁樣做襯托紅花嘅綠葉，哪怕戲份唔多，亦都一定係要磨透角色嘅每一個細節。呢份對演戲嘅執着同埋認真刻咗喺佢嘅骨子裏面，哪怕到咗生命嘅最後階段被病魔纏身，佢手上仲攞住4部待播嘅戲，從確診到離世，佢從來冇因為自己嘅病情耽誤過任何一場拍攝，該趕嘅通告一場唔漏，該拍嘅戲份亦都一啲唔打折扣。呢份專業同埋刻喺骨子裏面嘅樂觀，唔單止令到圈內嘅同行敬佩，更加係深深影響咗佢嘅女許慧晶。父親啱啱走嘅嗰段日子，許慧晶就好似被抽走咗主心骨，成個人都空蕩蕩，唔知道應該點樣面對冇父親嘅日子。後嚟佢喺採訪中提到嗰段時光，語氣裏面仲帶住一絲哽咽。我就當爸爸係去咗好遠嘅地方拍戲，呢一次要拍好耐好耐，耐到唔可以打電話翻嚟，用呢一種孩子氣嘅自我安慰，佢一啲啲捱過咗嗰段難捱嘅日夜。今年嘅農曆新年係許慧晶人生當中第一個冇父親嘅新年，佢記得以前每個新年，爸爸最掛住嘅就係嗰道紫薯椰汁年糕，軟糯嘅口感，混住椰香同埋紫薯嘅清甜，係兩父女最熟悉嘅年味。今年佢翹起衫袖，照住記憶中嘅配方一步步復刻，浸米、打漿、蒸製，每一個步驟都做得特別認真。佢總覺得只要將呢一道年糕嘅味道整出嚟，爸爸就好似仲喺身邊，就好似往年一樣。笑住讚佢手藝越嚟越好啦，但係命運偏偏要喺佢好唔容易換過嚟一啲嘅時候，再俾咗佢一記重錘。寵物狗 Choco 嘅離開就好似一把鋒利嘅刀，將佢心裏面嗰度啱啱結焦嘅傷口又一次血淋淋咁樣解開。嗰隻陪住佢12年嘅毛孩子，從佢少女時期就守喺佢身邊，係佢無話不談嘅朋友。父親啱啱離世嘅嗰段日子，係 Choco 寸步不離咁樣跟住佢，用水汪汪嘅眼睛望住佢，用溫熱嘅身體挨住佢嘅手，默默咁樣陪住佢挨過咗一個又一個流淚嘅夜晚。佢唔識講嘢，但係就用最純粹嘅陪伴俾咗佢無數慰藉。而而家連 Choco 都走咗啦，短短2個月，最親嘅父親同埋最貼心嘅朋友相繼離開，雙重嘅失去壓得佢唞唔過氣。呢個新年對於許慧晶嚟講，充滿咗甜同澀交織嘅複雜滋味，有年糕嘅甜，更有思念嘅苦。翻開許慧晶嘅社交賬號，唔使刻意尋覓，就能夠從字裏行間捕捉到情緒起伏嘅清晰軌跡。嗰啲動態只係未加修飾嘅心情獨白，藏住佢未曾言說嘅細碎心水。舊年10月之前，佢嘅主頁滿滿都係鬆弛感，分享嘅內容呢，從來都唔刻意雕琢，可能係街角偶遇嘅一家小眾咖啡館，配住隨性嘅吐槽，可能係自己嘗試新菜譜嘅翻車瞬間，笑住咁樣調侃廚房又要罷工啦。偶爾亦都會發一啲生活碎片，字裏行間都係不被打擾嘅安穩。嗰個時候嘅動態更新頻率唔固定，但係就處處透露住不慌不忙嘅寫意。父親離世之後，佢嘅社交主頁就好似被撳低咗慢放鍵，更新嘅間隔越嚟越耐，文案呢亦都越嚟越簡短，通常只係1-2句話，或者係一張毫無構圖嘅風景圖，冇多餘嘅注解，講一啲曾經嘅鮮活語氣消失不見，連標點符號都透着疏離，就好似為整頁嘅內容都蒙上咗一層散唔去嘅灰，連點讚評論區都跟住安靜咗好多。呢一份沉寂，直到12月先至慢慢鬆動，佢嘅主頁終於透出一絲暖意，偶爾會分享下同媽媽嘅相處日常，
或者係一句簡單嘅今日天氣好好，雖然依然克制，但係能夠令到人哋感覺到佢喺度努力咁樣掹住生活嘅衣角慢慢行出嚟。評論區裏面網友呢亦都默契咁樣，不再過多安慰，只留下一句好好的，陪住佢一啲啲揾翻狀態。但係呢一份好唔容易穩住嘅情緒喺2026年1月初被徹底打破。Choco 嘅離開又俾咗佢致命一擊。咁就喺大家為佢心悒不已嘅時候，有網友呢就翻出咗許紹雄早年嘅一段訪談片段。嗰個係一場非正式嘅傾下閒偈。談及屋企人嘅時候，佢收起咗熒幕上嘅詼諧，語氣格外認真。佢話自己呢一世奔波半生，乜嘢都可以放低，唯獨放唔低妻子同埋女兒，只係希望佢哋往後能夠少一啲煩惱，哪怕係平凡度日，亦都要快樂堅強咁樣走落去。咁呢一段舊採訪被翻出嚟之後，無數嘅網友跟住破防。而家睇住許慧晶接連承受失去嘅重量，喺情緒當中反覆掙扎，連作為旁觀者嘅我哋都覺得心口發悶，呼吸沉重，更唔好提佢要獨自捱過幾多個無人問津嘅深夜，消化幾多難以言說嘅痛苦。原來生活從來都唔係溫情脈脈嘅饋贈，佢從來唔會因為你啱啱經歷過一場劫難就停低帶嚟風雨嘅手。嗰啲猝不及防嘅離別同埋傷痛，往往毫無預兆咁樣接踵而至，令到人喺跌跌撞撞之中被迫學識同遺憾共存。